馬俊偉於2024年加入新城廣播，擔任首席營運總監，推出過多項改革。2025年6月獲晉升為行政總裁，2026年頭更率領一眾管理層團拜。不過今日新城廣播發通告指佢因私人理由辭任行政總裁，即時引嚟坊間不同猜測。馬俊偉去向未明，不如先睇睇新城官方通告。通告內容如下：新城廣播有限公司新城廣播公佈，馬俊偉先生將於2026年5月20日起因私人理由辭任行政總裁。新城廣播感謝馬先生於任內之貢獻，為新城廣播帶來新氣象。與此同時，新城廣播正式委任郭艷明女士為首席營運總監兼總編輯，於2026年5月12日生效。郭女士將肩負更廣泛的職務，包括管理節目製作、編輯及日常、營運及銷售工作。郭女士領導能力出眾，並且具豐富廣播與傳媒經驗，定能助新城廣播在過渡期間維持穩定及高質素的營運。新城廣播正物色行政總裁的繼任人選，並將適時公佈。